證人啊，你係一個醫生，你答我一個醫學嘅問題。一個人失血過多，失血之後即時飲用大量嘅水會有乜嘢後果啊？係會死。當晚被告首先係睇到你行埋個女度踎喺度，跟住再睇到就係你埋去個垃圾桶度掉咗呢兩個水樽，你個女重傷喎，你仲走去掉垃圾啊？你係明知你個女會死嘅，你仍然係餵水俾佢飲，你係根本冇諗過要救翻佢，因為如果佢救得翻，佢就會將個真相講晒出嚟，咁你太太就會俾人拉，而你因為鍾家得翻嚟嘅所有名譽地位，所有嘢都冇晒，於是你睇住佢流血，你餵佢飲水。飲完一支，再飲一支。你而家嘅神情舉止就話晒俾我哋聽，畏罪嘅唔係被告，而係你啊！你兩公婆知唔知道自己做咗乜嘢？你唔知，我而家就喺法庭上面話俾你知。你哋係串謀謀殺被告個女，亦即係你自己嘅親生女。今日呢一度 ，everything is wrong。法庭本來應該係一個最公平、公正嘅地方，但係今日有啲權貴恃住自己有財有勢，行為卑劣，視法律如無物，打橫咁坐咗喺度。我想同佢講，對唔住，公義一樣坐咗喺度。各位，我哋做刑事大律師，一日見盡都係最污糟邋遢、最黑暗、最厭惡嘅嘢。但係我哋仍然戴晒假髮、闊袍大袖咁，每日企喺度堅持。唯一值得我哋咁樣做嘅，係得一個理由，就係希望個世界係公道啲，而唔係俾啲有錢人使幾個臭錢，當我哋係馬騮咁冇。以前個個都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嘅，今時今日人人都改口啦，話法律面前窮人含撚啊！我就睇下今日邊個含撚。如果有一天你發現法律明明就在眼前，卻依然無法保護無辜的人，你還會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嗎？今天要講的這部電影就是一個普通人對抗豪門權貴的故事，而故事的主角叫林良水。曾經的他是一名法官，可這麼多年過去，和他同期的人要麼升職加薪，要麼名利雙收。人哋而家升咗職啦，大粒過你啦，梗係福利卓啦。唯獨他因為不懂阿諛奉承，不會經營關係，成了領導眼中的異類。別人負責大案要案，他卻天天處理雞毛蒜皮的小糾紛。時間久了，那個曾經滿懷理想、相信公義的法官，也慢慢被現實磨平了稜角。如今的林良水看起來吊兒郎當，說話刻薄，滿嘴毒舌，甚至給人一種冷血無情的感覺。但實際上，他比很多人都更在乎公平。一次庭審中，當他發現原本的賠償金額明顯不合理時，立刻調轉立場，哪怕得罪人，也要堅持原則。正因為如此，他成了領導最頭疼的刺頭。很快，調令下來了。曾經坐在審判席上的法官，被直接調往一個幾乎沒人願意去的冷門部門，負責審核低俗刊物等級。調你去淫審處，等你成日對住啲死屍啊、性器官啊咁，人生好多姿彩啦。說白了，就是被發配邊疆。林良水徹底怒了，當天就遞交辭呈。臨走之前，他還在審判桌底下狠狠刻下3個字，那不是抱怨，更像是對這個現實世界無聲的反抗。離開法院後，好友老何找到他，邀請他加入自己的律師事務所，重新當律師。面對生活的重壓，林良水終於低下了頭。他不再談理想，也不再談抱負，現在的他只想賺錢，多認識幾個有錢人，攢夠養老金，安安穩穩退休。畢竟現實告訴他，
情怀不能当饭吃。为了帮他打响复出的第一炮，老何特意安排了一宗几乎稳赢的案件，一宗虐童案，委托人叫曾洁儿，曾经是颇有名气的国际模特，后来结婚生女，退出娱乐圈，而如今他却成了法庭上的被告。老何甚至专门给林良水配了2个帮手，一位是能力极强的美女律师方家军，另一位则是老熟人太子。表面看，这就是一场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官司，可没人知道这起案件背后隐藏着一个足以颠覆所有人的秘密。第二天，几人来到看守所，第一次见到了曾洁儿，女人神情憔悴，眼神里满是绝望。